主后2022年9月20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用铅笔做衫穿。圣经彼得前书第5章第1节到第7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我做长老，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人，有份伫伊得要显现的荣光。我甲恁中间偏偏伫做长老的人苦劝，着牧养上帝交代恁的羊群，甲因眷顾，毋是勉强，是照上帝的旨意甘心乐意，毋是为着贪财，是自愿热心来做。交代互恁的羊群，毋通用权威管辖，着做因的模样。安尼，恁伫大牧者显现的时，会当得到永远袂失去光彩荣光的花冠。相反，恁少年人着顺服长辈，恁大家着谦卑相对待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上帝着对骄傲的人施允互谦卑的人。所以，恁着伫上帝大受开力的手下谦卑，伊到时就会甲恁高升。恁着将一切的看虑交互上帝，因为伊关心恁。以上，用谦卑做衫穿。为方便探访教会的兄姐，我伫放牧了后就买一台轿车，到呾车已经驶13吨。这几年落来，车体的考察已经有几日的扣痕甲落擦。最近经过长辈提醒关心，才发现车体外观已经明显破旧，也我有机会思考车的安全性，和将来要安怎处理这台车。彼得鼓励信徒伫末日审判来临以前，虽然面对外部得失的苦难，依然着将家己完全交托互主，做好事，佮荣光上帝的名。接煞，伊针对教会内的生活，劝勉背负着照顾佮管理职责的教会领袖，爱甘心照顾信徒，有意愿承担起责任，毋是出于勉强。彼得提醒遐个教会领袖，爱有正确的动机，毋通贪图不当的利益，佮毋通将信徒看作是掠做家己的产业，顾在家己区事。彼得也提醒伫教会内代表基督真牧者职责的领袖，爱学习基督引带伊的羊群，互因跟对基督的脚迹，无过迷路，爱帮赞信徒持守真道，保守因无互魔鬼吞食。伊提醒这个教会领袖，爱用正确的态度甲方式做羊群的模样。若是上悬的模样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伫教会内，无论老幼，无论信主偌久，少年人甲士大人，拢需要展现谦卑的态度，亲像所穿的衫共款，互人通随时就分辨会出来。彼得指出，基督徒虽然会因为坚持跟对主，甲社会世俗的生活方式无同，搁因为安尼遭受敌意受苦，对生活感觉忧虑，总是伊提醒上帝观念关心信徒一切的需要。彼得的教示，互咱搁一遍反省，无论对外还是对内，咱是毋是有活出坚定的信仰？有时阵，咱为着坚守信仰，拒绝参加无合上帝心意的祭典，还是团体活动的时，检采会互打无合群的标签，
直到遭受敌意受苦。虽然安尼，愿咱通对彼得的教示得到鼓励，用喜乐正面的态度继续持守甲世俗无同的生活方式。圣经提醒，咱伫世间只不过是旅客，是寄居的。咱爱认真进前的方向是耶稣为咱准备通往天顶国度的方向。伫充满敌对的人面前，基督徒必须活出甲这个身份相符合的品行。伫教会中，基督徒佫较爱彼此相疼，互相服侍，透过外在的生活表现来见证上帝的作为。伫无通避免的苦难中，主内兄弟需要用谦卑束腰，彼此服侍，互相勉励，持守信仰，直到基督佫再来的日。默想，伫我生活中，捌因为持守信仰受敌视，也是挑战无？伫即种困境中，我安怎回应甲见证上帝作为呢？伫我生活中，捌因为持守信仰受敌视，也是挑战无？伫即种困境中，我安怎回应佮见证上帝作为呢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无论伫什么人面前，都会当活出符合基督徒身份的生活。虽然生活中难免遭遇困境，总是我相信你的确带领眷顾伫我的一切。愿你帮助我和兄弟姊妹彼此谦卑服侍，互人通认捌你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